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到我威水記嘅頻道。今日得閒過嚟新鋪呢度，話係話新鋪喎，其實已經開咗有2、3個月㗎啦。不過我比較少過嚟，今日就過嚟試下新鋪啲師傅嘅手法，到底適唔適合公眾朋友們。然之後過嚟嘅方法有喺1號線嘅國貿站 E 出口出咗嚟之後，往後行大約30米左右就會見到。行到街口呢度，我哋會見到格倫菲爾後巷。見到格倫菲爾後巷，我哋就向右轉，一直行多20-30米左右，我哋會途經包師傅，然之後再一直行。行到呢度，我哋會見到遠古燒烤。咁喺遠古燒烤嘅隔離就係國際商業大廈東座啦，即係我哋嘅港頌酒店。見到國際商業大廈東座，我哋就直接行入大堂去撳 lift。我哋入到大堂就會見到有個單層電梯同埋個多層電梯嘅。然之後單層電梯同埋多層電梯，我哋就可以入去，然之後撳5樓就可以上去㗎啦。好啦，我哋依家入 lift 先，係撳5樓。好啦，依家就到5樓啦，我哋準備出 lift。出咗 lift 之後，向右轉，一直行，行到尾就係我哋嘅時光 SPA 啦。照顧好自己，世界才會屬於你。係啦，呢度就係我哋嘅時光 SPA 啦。入嚟鋪頭呢度呢，都企理又乾淨，真係唔錯。所有嘅裝修啊、擺設啊，都係我自己設計嘅。希望觀眾朋友們鍾意啦。呢度就係大廳啦。依家帶大家睇下我哋嘅房間。呢個係個單人房，係一張1.2米嘅大床，夠晒闊落。呢個係我哋嘅雙人房，呢個就係我哋嘅3人房，夠晒一家帶晒過嚟啊！我哋嘅頭療房都係2張床嘅，入邊有化妝櫃，都可以吹頭髮化妝嘅。呢2個係單人嘅汗蒸房，使咗我唔少錢㗎，係用石墨烯髮液作為原理，已經申請咗專利㗎啦。私密空間就夠啦，一個人坐落去啱啱好。今日我要試中嘅項目係第6個雙人同行套餐，60分鐘298。咁我一個人嚟肯定係4手按摩啦。停！我今天我要過來試你的鐘了喎。可以呀，你要試什麼呢？我做個試手項目吧，你去安排一下。好啊，那我把他們都加上。好嘞。進來。好的，我進來了喎。老闆，你先換個一次性的褲子。這樣吧，好的。換好再叫我哈。好的。我進來咯，老闆。好的。你好，老闆。先泡一個中藥泡腳。那您先泡一會兒，我待會進來再幫您搓腳哈。好嘞。老闆你好，給您搓個腳哈。好的。這個是浴鹽，來，您先搓這一個腳。開始按摩之前呢，我哋會有一個中藥浸腳嘅贈送。本身我自己就係中醫世家，呢個中藥煲係有祛濕、扶氣、壯腰骨嘅作用。咁呢個中藥浸腳嘅時間同埋捽腳嘅時間係唔計喺項目時間入邊嘅，全部係屬於贈送嘅。抹完腳之後，令人期待嘅4手按摩即將開始。依家正式開始啦！開始嘅時候，2位師傅會一齊幫我做一個全身嘅肌肉同埋經絡嘅深層放鬆。放鬆完之後，我哋再開始推油。2位師傅嘅放鬆手法都非常好，手掌壓落嚟嗰陣時，
我啲肌肉同埋經絡都有少少嘅酸痛，達到咗放鬆嘅效果。依家開始精油部分，師傅會將精油倒喺自己隻手度，搓完之後再放喺我哋嘅皮膚度，使到啲精油唔會凍冰冰啊，有啲暖，而且手法非常之柔和，非常舒服。兩位師傅嘅手掌喺我背脊度一上一落，一前一後，真係令我快速咁進入咗放鬆狀態。咁樣嘅手法唔止美觀啊，仲好有力度添啊，使我嘅背脊好快就出咗痧，又放鬆又去濕。依家係開始按我大髀同小腿嘅地方，兩位師傅真係神同步，手法力度幾乎一模一樣，雙倍放鬆啊！兩位師傅撳我手臂嗰陣時都係神同步嘅，你哋唔好睇佢哋啲手法好似好柔和咁，其實真係好夠力㗎，撳啲經絡又好準喎。你睇下我隻手指跳下跳下，咁就知道係非常舒服㗎啦。老闆，你的項目60分鐘已經到了喎。好的。天氣這麼冷，你要不要汗蒸一下？好的，你這樣拍一下。好的。好啦，按完焗個桑拿先。哇！呢個絲香度都好高喎，望唔入去嘅喎。入去先。哇！好熱啊！依家就係49度，等陣我溫度仲要高啲嘅，因為我係去校到60度。哇！呢個係單反玻璃嚟嘅，入邊可以望出去出邊，但係出邊啲人望唔入嚟。哇！絲香度好高，舒服。成身汗啊！一汗滴落嚟，哇！夠晒舒服。好啦，呢度撳完咗個糖水同埋個蛋糕食嘅，服務好好吧？呢個就唔錯，粉絲食先。好，輪到我食。哇！舒服舒服舒服。好啦，今期嘅介紹就到呢度啦，下期我哋再見，記得訂閱我啊，拜拜。